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Lisa。咱头前3集已经有介绍过春天、秋天、冬天甲四季拢有的季节。这摆咱要来介绍上尾一个季节——热天，就是6月份到8月份的季节。娃娃 TV。桃会当分做水蜜桃甲甜桃这两种。台湾主要是种水蜜桃较侪，甜桃主要是外国进口的较侪。水蜜桃是较大粒，皮毛嘛较侪，毋过伊较软，水分嘛较侪。甜桃是较细粒，皮基本上无啥物毛，毋过伊会较脆较甜。水蜜桃的生产期是6月份到8月份。柠檬有止喙焦甲止扫化痰的作用，毋过因为伊受过酸，所以一般拢是加果汁，也是切片泡水来啉。嘛有人会用伫料理顶悬哦。柠檬的生产期是6月份到8月份。莱雅会当帮助消化，对血管嘛真好，甲伊煮熟来食，阁会当治咳嗽。莱雅的生产期是6月份到9月份。释迦是真有营养的果子，听营养师讲，释迦的维生素 C 是苹果的34倍，所以咱一般的大人只要食半粒释迦，就有够咱一天的维生素的量啊。毋过释迦的热量有较悬淡薄啊，所以营养师建议大家会当一摆食半粒就好啊。释迦的生产期是7月份到过当年的2月份。龙眼会当预防欠血，阁会当控制血压，嘛会当提高免疫力。毋过因为龙眼的糖分伤过悬，所以有糖尿病的人毋通食伤济哦。龙眼的生产期是7月份到8月份。福来啊是真有营养的果子，虽然我感觉伊是果子，毋过营养师讲，其实福来啊伊毋是果子，伊是脂肪类的食物。所以民间有人感觉福来啊会当用来减肥，就用福来啊做料理来食，才会细腻会愈减愈肥哦。福来啊的生产期是7月份到10月份。柚仔是一种热量足低的果子，伊会当帮助消化、止喙焦，阁会当保养气管。毋过，若是有咧洗腰子的人，柚仔就毋通食。若是胃肠较无好，也是有糖尿病的人，柚仔就毋通食伤济哦。像我胃肠就无啥好，我若柚仔食伤济，我一定会落屎。柚仔的生产期是8月份到10月份。黄金果听讲引进台湾也无真久的时间，真侪人嘛毋知影有即种果子。黄金果是我即摆去宜兰的时阵看到一个阿伯在卖，我头先叫伊是柳丁，结果问落去才知影这是黄金果。黄金果食落去甘甜啊甘甜，有淡薄仔亲像奶子释迦起仔的迄种感觉，软 Q 啊软 Q， 敢若果冻咧，真好食。后来我伫高雄的时阵，嘛有看到有人咧卖黄金果，咧卖的时阵边仔有一个阿姨，伊就好奇问我讲这是啥，甲解释了后，伊嘛对我买一包回去。黄金果的生产期是6月份到8月份。好，以上就是8种伫热天开始生产的果子，提供互大家参考一下。毋过这生产时间无一定会准，敢若会当参考尔。莫问我为虾米，有看我头前3支影片的人就知，还未看的赶紧去看哦。好，接落来咱来复习今仔日所学的果子：桃仔、水蜜桃、甜桃、桃仔、水蜜桃、甜桃、柠檬、莱雅、释迦、
冷影，冷影，酷来啊，酷来啊，油啊，油啊，黄金果，黄金果。好，大家拢学会晓啊吼！这8种果子内底，大家较爱食倒一种咧？同款留话甲我分享。头前2摆大家表现了袂歹，有开始用台文写出来啊！爱记得继续坚持落去哦。我是 Lisa， 今仔影片就到这。若想介我的影片的话，咱就把起赞甲分享出去。也未订阅的观众朋友，也就是只订阅呢，会小铃铛，安尼开始收上新影片通知哦。另外，嘛，未知 Lisa 会员制度已经开始咯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甲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，Lisa 嘛有 Facebook 甲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了后一个节目，再会。